上帝啊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，佮听候你的回应。关系我要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入去你的殿，我要存敬畏的心，到你的圣殿来敬拜。各位兄姐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是新的一年头一个主日主日来遮敬拜上帝。咱即马要来吟圣诗，圣诗67首，我心阿罗上帝，请起立。我
请坐。咱要按头动心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疼痛的阿爸爸，你是阮生命甲快乐的源头，也是阮世世代代患难中的帮赞。阮要感谢你，阮要学罗你，因为你先疼阮，你甲你独生圣囝耶稣赐予阮世间人，伊为着阮的罪。奉顶至十字架顶，救赎阮脱离罪的管辖，用伊的宝血洗清阮一切罪过。这时，阮要对阮过去一年所讲、所行、所做，有真侪无下伫你主的教示，阮要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。今日早起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，阮的心切切羡慕你的义，求你的圣神、你的疼，即时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求你帮助阮脱离歹的自我，用谦卑温柔的态度来疼神疼人，互阮愈来愈完全活出上帝应光的使命。今日是新任的中职各团契诗班敬拜团同工，以及新任小家长宣誓就任的日子。恳求上帝兴起你的教会三联教会，将你所备办的祝福、恩赐甲恩典降临到三联教会每一个人的心上。也求你赏赐属灵的智慧、信心甲勇气，伫你所竞选的每一位中职干部同工的身上，互因自蔡正道主任牧师的领导的发挥团队服侍、同心合意的精神，尽心尽力尽性，彼此相帮赞。为着宣扬福音、扩展上帝国度的使命，来努力筹划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毋忘，凡事忍耐，用听的行动来关心、善向孤单、软弱、病痛的人。主啊，自2018新的年头，阮要重新立志，勉励家己，甲主有亲密美好的关系，认真读经，操练家己，互阮的信仰有根基，人命有深度，生活有见证。无论拄着日头也是风雨，是甜也是苦，万事拢有主咧照顾。阮要甲主做伙行，把一切的重担、烦恼、放心来交托主，常常祈祷感恩，求主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愿圣神的平安喜乐，甲阮永远伫咧。阮安尼祈祷无完全，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。阮日天的爸。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行，你的旨愿意心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，你助阮入去，叫阮脱离歹，因讲万年延光拢是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继续咱要来启用，请咱分开圣诗后壁第11页，启用第8篇，诗篇27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印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陪前保护阮，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，当我的头壳就举起，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。耶和华，我要出声求叫你的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恁着欣慕见我的面。毋通对我看你的面，毋通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。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。咱过来吟圣诗阿罗上帝，圣诗168首，求主奉献教会，请起立。徛伫，咱即马要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
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大生命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水母玛利亚出世，自温柔彼拉多领来受苦，变是个死，埋葬无因故，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命，他坐在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做下辈，绝对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马要来请献歌队来学乐，因要学乐的歌是伫主里一体。
主里，咱都爱三听。感谢献歌队用这首诗来引出咱今仔的敬拜，愿一切荣耀归至上帝。咱即马要来讲读上帝的话，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17节、16节。现代中文译本298页。所以我做一个为着主诚做求欢的人，苦劝恁做逐项代志，就符合上帝的呼召。凡事就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互相结连，尽力保持圣神所赐予恁合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。圣神只有一个，就亲像上帝呼召咱来得到愿望，嘛是一个。主只有一个，圣神一个，水礼一个，上帝只有一个。伊做人类众人的天父，伊伫宇宙中贯穿万物，管辖一切。总是咱逐人拢着照基督所允许予咱的分野来领受。照圣经所讲，伊先去到上悬的天顶，带遐受掠的做伙去，嘛赏赐恩典予人。第9节，伊先悬敢毋是在讲伊要降落去地下？安尼降落的迄位，就是先悬甲天顶的迄位，通来充满宇宙万物。上帝赏赐予人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者甲教师。安尼的目的，是要装备上帝的百姓，通来做车用的工，起造基督的体。最后，咱拢通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，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，互基督充满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完全境界。安尼，咱无搁再亲像囡仔，要搁互各项教义的风摇动漂流，中歹人的计谋欺骗，互人引诱去。咱搁反倒转，就用疼心讲诚实的话，各方面拢学习基督的模样，来渐渐成长。因为基督是咱的头，通过基督，各身躯的肢体结合起来，互相接应，发挥各肢体的功能，互身躯拿长大。佮用疼心来起造家己。圣经以上，这时要请主任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信息的题目是3年的教会，请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的一档开始，愿上帝恩典平安，甲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地地。今年牧师有写一个春联吼，等下咱一号会当摕一位吼，这春联是安尼写吼，就是讲祝福万世恩典，人赢一生平安。咱我靠上帝恩典，咱一生拢会当领受平安。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是得到福气的一个真重要的来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得到完全的透放，也透过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阮恳求你这个时刻，切恳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帮助阮，
互阮会当晓悟你的话，也得到气力来实践你的话，来应邀你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相连的教会。相连是咱教会一个记号，也是咱教会得到上帝恩典的一个真重要的信息。咱知影，教会被称作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伫圣经中间咧讲教会，毋是指一个建筑物。伫圣经中间咧讲的教会，是一群被上帝呼召来的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咱做伙受上帝呼召来成做相连教会。所以圣经内底讲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第11节到12节安尼讲，上帝所赏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、有教师，为着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和合本的圣经，伊真重要，甲咱提醒讲，上帝照伊的心意，将无共款的恩赐赏赐予所有的信徒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领受上帝无共款的恩赐，所以咱成做一个身体，是耶稣基督的肢体，就会当扮演咱的角色，运用上帝予咱的恩赐，共同去做教会。伫遮有提到5项无共款的职分。第一项是使徒，使徒就是有开拓教会的恩赐，而且被正教会共同接纳作为属灵的领袖，称作使徒。先知是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将上帝的心意传达出来，是上帝的代言人，这是先知的职分。有传福音的职分呢，就是有一寡人，伊会当伫人的中间，将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来传播出去。有即款恩赐的人，伊真爱传福音，真爱带领人，伊带领人归主，也真有效果。另外一种是牧师，牧师就是伫教会中间，伫信徒中间做长期的教导，做长期的养持伊伫保守合一，造就信徒，互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的属灵的生命会当成长，来起造基督的教会。另外一个职分是教师，就是咱中间有一寡人有教导的恩赐，伊明白圣经的真理，而且会当用真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，传达属灵的知识，互其他人会当学习。有的人受呼召做儿童的教师，有的人受呼召做青少年的教师，有人受呼召做成人的教师。这教师因利用因的恩赐来祝福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。所以保罗讲，教会中间有上帝根据无共款的人，予伊无共款的恩赐，予伊无共款的职分。当然，伊伫遮讲5项，咱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后壁面，又讲到搁较侪项无共款的恩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领受上帝予咱的恩赐，咱组成教会。所以，咱伫即个上帝的听的下面受呼召，上帝予咱无共款的恩赐甲职分，目的就是要起造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这人共同组成教会，互教会发挥伊的功能。当然，一个健康的教会，伊自然而然就当发挥伊的功能。但是，咱今仔看到，今仔日世界的教会，无一个完全的教会，无一个完全健康的教会。有一寡教会，即个基督的身体，改成无啥爽快，无健康，小可破病。所以咱爱去思考，安怎互教会恢复健康，恢复健康出来。所以今仔牧师要甲大家传达，用这相连的教会做主题，因为只要这2项代志，咱来连结好势，咱就会当更较健康、更较成长、更较荣光教会、荣光上帝。
所以牧师期待讲，咱做伙来领受。第一项，第一个人就是教会，就是咱所有兄弟姊妹爱连伫耶稣基督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讲，独独用听心讲诚实话，凡事忠信，连伫元首基督。提醒讲，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有一个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咱爱常常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因为结连就会当带来真大的祝福。大家毋知影有种过即个果子树啦？我相信即马咱拢住伫都市，真少人种过果子树。毋过至少咱捌去看过果子树、果子园对无？我有一遍吼，我捌带学生去即个尖石乡的即个镇西堡，去遐吼帮因做一寡服务的工作。啊，阮主要是去帮伊采即个水蜜桃，迄阵水蜜桃拄丰收。啊，我讲吼，我的工作是做啥？做品管啦。啥物叫做品管？就是看迄个较歹的吼，啊，小可有迄个客商吼，袂当摕出去卖，我就来食掉，吼，这叫做品管啦，吼。啊，所以我就安尼一边采，啊，这无啥好吼，这应该会当来，你袂当摕出去卖，我就来食掉。吼，啊，水蜜桃是有够甜吼，现采的，足好食的吼，一个拢食7、8粒，吼，因拢叫我佚佗人吼。啊，这食的过程中间，我就甲当地原住民讲吼，哦，恁的水蜜桃实在真好食，吼。啊，这原住民甲我讲，水蜜桃比人较聪明。讲人咧工作吼，他掉无真济，落落真济，啊，才会当产生一点仔效果。啊，水蜜桃拢毋免，水蜜桃唯一爱做的代志就是吊伫遐啦。伊吊伫遐吼，伊就会生长，吼。伊只要莫离开迄个水蜜桃树吼，伊就会生长。啊，所以咱看见着一个要成熟一个美好的果子，就是爱结连伫树顶。啊，咱会去想着。主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书15章对咱讲的话对无？伊讲你爱常常伫我内面，我也常常伫你内面。树枝若无常常伫葡萄树顶，家己就袂当结果子。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树枝。迄常常伫我内面呢，我也常常伫伊内面。这人就济结果子，因为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啥物。伫这段经文中间吼。主耶稣基督讲：如果咱会当常常甲耶稣基督结连，会带来4种供应、4种祝福。第一种，就是会带来能力的供应。咱拄则说，这约翰福音书15章第50、第60后壁面讲，因为若无我，恁就啥物也袂当做。倒边来看就是讲，如果咱会当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时阵，咱就凡事拢会当，咱就会当超越过迄个咱的软弱，会当成就，毋是咱手所会当做的工，是荣耀上帝的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第一项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咱就会当得到迄个能力上的供应。所以，当咱信主了后，咱来持续结连伫主内底。源源不断去得到迄个主耶稣基督所赏赐迄款的能力，互咱会当力上加力，温上加温，来为主做见证，会当结出丰盛的果子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是话语的供应。咱看约翰福音书第15章的第7节讲：如果恁若常常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也常常存伫恁内面，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要得到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同咱讲，咱若常常甲伊结连，伊会供应咱一个真重要的稳定，就是伊会将伊的话供应互咱。上帝的话就是圣经。啊，当然咱也会当甲主的话有一个交流，就是咱透过祈祷去寻求主的心意。咱读圣经上帝的话，咱透过咱的祈祷，即款的交流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。第三项，咱会当得到一个听的供应。伫约翰15章的第9节到12节讲，亲像爸听我，我听恁。恁若爱常常活踮伫我的听中间，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常常生活伫我的听中间。
拄啊，亲像我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常常伫伊听中间同款。主耶稣基督讲，如果咱若常常甲伊结连，咱会得到一种真重要的稳定，就是真的听的供应。其实咱对旧年到今年，咱一直拢咧思考一个主题，就是爱的真谛的主题。牧师有讲真侪只爱的真谛的道理，但是咱常常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讲要将这道理实践出来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咱无法度凡事包容，无法度凡事相信，无法度凡事仰望。咱常常伫迄个软弱挣扎的中间，虽然知影家己爱做啥物货，但是有时行袂出来。这个时阵，咱爱常常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互咱得到迄个真的听的供应，咱才会当将上帝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伊的名。最后，佫有一项稳定，就是主耶稣讲：我甲恁讲这个事，为着要互恁得到我的喜乐，互恁的喜乐满溢。意思讲，当咱常常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时阵，咱会当得到一个喜乐的源头的供应。上帝会将迄个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不断供应互咱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咱会当得到能力的供应，会当得到话语的供应，真的听的供应，甲喜乐的供应，互咱活踮伫即世间，会当为主来做见证。所以，牧师有3项建议。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学习，伫新的一档中间，咱用这3个真重要的建议来成做咱生命的重心。第一项就是，咱爱常常敬拜。伫年终的祈祷会时阵，牧师就提醒来参加的人讲，新的一档中间吼，咱爱立志，将敬拜做咱生命的重心。敬拜毋是讲礼拜日咱来教会敬拜上帝，这当然足重要。但是伫生活中间，每一天咱拢会当唱诗歌、学乐上帝，都当读圣经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来敬拜上帝。咱常常将迄个敬拜做咱生命的中心，咱就袂离开上帝。咱会当常常甲耶稣基督结连。第二项就是咱爱常常去读上帝的话。咱若将上帝的话认真读，佮记牢伫咱的心肝，咱就常常甲上帝结连。甲耶稣基督结连，最后一项就是咱来常常祈祷。咱透过祈祷去思考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，透过祈祷去领受上帝遐来的快乐，互咱让真正将上帝的心意来落实出来。所以常常礼拜，常常读经，常常祈祷。伫新的一档中间，我相信咱如果愿意安尼做，咱的确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常常结连。第二项连就是爱安怎？爱肢体彼此相连，肢体彼此相连。拄则说他的经文中间安尼来讲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哈，全身躯拢靠主耶稣基督会当联络，百节各案各节啦。意思就是讲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温数，咱用这个温数来互相结连。每一项照咱的温数来贡献，就当互上帝得到荣耀，互别人得到祝福。所以伫即项顶面有3项提醒。第一项，你爱了解家己的温数。我相信每一项拢真清楚上帝互你的温数是啥物。有的人真够关心人，有的人会有特别的真爱替人祈祷，有的人有音乐上的温数，有交代的温数，咱了解家己的温数，然后咱爱操练家己的温数，咱操练家己的温数。咱拄则看咱的老师咧弹即个琴，当然上帝互遮个伫教会中间做音乐服侍的人，拢有音乐上的温数，但是其实因用真侪时间去操练。我常常有时来教会咧服侍的中间。拢看到因会摆迄个琴点，爱用真侪时间去练习，一条圣诗可能爱练几啊10遍，安尼才会通伫礼拜中间做真好的服侍。所以了解家己的温数以外，咱该操练家己的温数。最后一项就是爱贡献家己的温数。咱
有温数，咱来贡献出来，互别人得到祝福。圣经甲咱讲，既然每一项拢是上帝逐项温数的好管家，意思讲上帝互咱温数吼，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礼物，你爱好好来管理，就爱照着对上帝所领受的逐种温数，彼此服侍，爱来贡献出来，来服侍。吼，最后结果是，通互万事拢借着耶稣基督归荣光互上帝，咱得当贡献咱的温数，得当荣光上帝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家己的温数，操练家己的温数，贡献家己的温数。然后安那，然后爱彼此肢体中间爱彼此相帮赞。拄则所读的经文讲，照着逐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帮赞，会当互身体渐渐增长，伫疼的中间建立家己。这其实甲咱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拄则圣歌队所吟的诗歌，咱来合一，咱来合一。因为合一是教会会当发挥功能上界主要的因素。耶稣基督知影合一对这教会的团体是遐尼重要，所以咱看见着，伊要离开伊的门徒进前，伊特别替伊的门徒祈祷，也替咱祈祷。咱看着这段经文，约翰14章20节，伊讲不断为因祈求，也为着遐因为接受伊的信息来信我的人。祈求，耶稣基督嘛咧替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咧祈祷，讲愿因拢合而为一，拢合做一啊！愿咱拢会当合一，因为合一是非常重要。咱看见着保罗为什么要写批互哥林多教会？为什么要写爱的真谛？爱的真谛，这个爱的诗篇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温数的教会，真侪人有真好的温数，但是大家拢高估家己的温数，无要合作。所以保罗爱因用疼来合一，互耶稣基督的身体会当发挥伊的作用。所以伊这段经文中间，保罗也对这个教会讲吼，因为所书是写互正教会的批信，伊讲。独独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神，拄啊亲像上帝呼召恁来享有共一个愿望，共一位主，一个信仰，一个洗礼，一个上帝。而且保罗伊咧讲，咱合一的基础，就是因为咱有共同一个信仰，咱是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因为咱相款的信仰。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咱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。虽然咱每一项拢无共款，性情无共款，意见无一定相共，但是因为共一个信仰，咱会当互相合作，来完成主耶稣基督伫咱教会的目标。所以合一的表现就是啥物？彼此相帮衬，互相配合啊！大家拢服从伫主耶稣基督的领导，就是讲，那一个健康的人。伊的头壳咧想啥物货，伊的手着安怎做？伊的头壳咧想啥物，爱骹去行去倒位就行去倒位。那这手甲骹拢会当服从头的领导，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人。但是如果咱若失去健康，头叫手动，手无要动；头叫骹行，骹无要行，安尼就失去意义。所以大家拢服从伫主耶稣基督，彼此相帮衬。才做一个合一，所以保罗伫即个哥林多前书也是一佛所书，伊拢用人的身体做比喻。咱伫教会中间，有人是目睭，有人是耳孔，有人是手，有人是骹。这所有的人虽然是无共款的肢体，但大家合做一个身体，大家互相合作的下面，互即个身体伫疼的中间渐渐长大，这就是合一的表现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。咱中间每一个人爱运用上帝予咱的温数，有人有关怀的温数，当人有需要关心协助的时阵，伊就贡献出来；有人有教师的温数，伊就投入教师的工作中间，来帮助需要建立信仰的人；有人有带领敬拜的温数，伊就来参与敬拜服侍。等等，这无共款的温数贡献出来，大家互相合作，
完成主耶稣基督的期待。如果咱会当安尼做，是一个相连的教会，连接伫主耶稣基督，肢体彼此相连的连接的教会，身体就会渐渐成长，伫疼的中间会当起造家己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咱受呼召来成做教会，咱就用合一的心来追求上帝予咱的旨意，也用咱的恩赐彼此来合作，起造一个相连的教会，来建立互上帝得到荣耀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阮会当伫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相连教会聚会，成做一体。主耶稣基督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阮每一个人会当了解阮的恩赐，操练阮的恩赐，贡献阮的恩赐，用合一的心志彼此配合，透过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透过肢体中间彼此的结连，成做相连的教会来荣耀你。求主帮助阮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用回应的诗圣诗217首来回应上帝的听，请咱起立，受悲迄暝救主耶稣。请坐，这是要请主任牧师来主持圣礼典圣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甲更新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坐倒，享受主的圣餐。请大家来听
主耶稣对囡仔归愿意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囡仔着我担当大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也讲：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，祝谢来拜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的姊妹，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伊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特先照伊的模样，互伊的名来感谢上帝，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。现在主，阮恳求你找见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个摆喺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透过接受这个，对信心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的稳定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，透过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性命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。当咱摕到这个饼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，咱得到救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，为着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最后所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当咱摕着这个杯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，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。
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请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对你极大的疼，阮领受你的圣餐，诚做阮性命的帮助。也透过甲你同坐道，阮明白你欢喜阮，疼惜阮。也知影，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中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亲爱的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也用慈悲持续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了后，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。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继续，为着要感谢上帝的听，伊的恩典，咱要来奉献，也袂添声留名卡的内面，请填好交互奉献的即事，这是咱来奉献。感谢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阮要学罗你。你是正人中行选阮做你的囝儿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有丰盛的性命，阮的健康，阮的才能，
阮所有的恩赐，拢是你所赏赐的。阮即时要甲你所赏赐的，要去奉献出来做教会的路用，请你坚固阮所做的工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要请主任牧师来主持就任式。这时阵，咱要来举行就任式。咱请首先要就任的长老，拢徛来头前。所有的长老拢徛来头前。咱徛两排袂要紧吼，徛两排。这碟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，要创立甲设立徛伫上帝甲正人面前的这同工做教会长老。伫旧约时代有长老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，甲奉事上帝话的牧师，三甲管顾伊的教会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，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灵心的，教育少年的，引带求道的，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。若受交代，通代表东会、副中会、总会，都无教会法典。当爱做长老的誓约，恁着诚心实意。照牧师所问的诚心实意来回答。当你要领受长老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？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？你有接纳使徒圣经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？恁欢喜做双联教会的长老，是爱忠诚尽职服侍教会，尊奉基督做教会头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，来归荣光上帝。你有诚实遵即个意思也无？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，你有肯降服长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这个时阵，咱要做信徒会友的誓约，会众请起立。恁着诚心实意，照牧师所问的来回答。恁已经竞选徛伫恁的面前，甲上帝面前的这个人来成做恁的长老，恁有诚心欢喜接纳因也无？因照法度治理教会，恁着欢喜承认来顺探。恁有要要安尼行也无？恁着爱敬听因、体贴因、替因祈祷。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无，爱恁得着救，
恁着帮助因，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。恁有约要安尼行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若念米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通设法，毋通四界报扬来妨害大局。恁有约要安尼行无？这时阵，咱会众请坐，咱要来做奉立的长老的祈祷。长老来头前，咱先对福智长老开始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庇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捌正人的心，佮照你的所爱来敬调人来做你圣工的上帝。阮感谢你伫万人中间竞选人甲你同工，互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。这对阮来讲是何等大的荣光！主，阮只有用感激来回应你的呼召，求你监察采用跪伫你面前的五福地，伊搁一遍甲你誓约，愿意奉献伊本身来荣光上帝，求主成全伊的心意。通过罗卜的换手，奉立伊做长老来照顾你的羊群。主啊，愿恳求你的圣神扶持伊、引带伊、帮助伊来尽伊的责任，互伊透过事工中间凡事仰望你，会当透过伊的性命的见证来荣光你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让神用。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丰盛的主爱，阮才有福分来参与你的圣工。对你无限的听中间，阮有侪人有份伫你至荣耀的性质，我要因为安尼而乐你无煞。亲爱的主，求你监察采用跪伫你面前的林生友，伊伫你的面前甲你誓约，愿意奉献伊本身来服侍你、服务人。求主通过罗卜的换手，奉立伊做长老来照顾你的羊群。求主赏赐伊有属天的智慧，有教育的信心、听心，甲气力来成就你交代伊的圣工。求圣神充满伊。互伊凡事倚靠你，无倚靠家己，时常顺圣洁诚实的心来服侍上帝，服务人群，凡事荣耀你的名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蔡培芳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伫万百姓中间呼召阮来参与伫你的圣工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！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会通竞选阮投入你的事工中间，也互阮透过受奉立成做长老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奉耶稣基督来祝福你的女婢配方。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，坚固伊的信心，互伊凡事仰望你，来得到你圣神的充满，也祝你赏赐伊教育的信心，力上加力，温上加温，互伊凡事荣光你，凡事祝福人。求主使用伊，成做你的器具，互伊伫任何的时刻拢仰望你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阮的主，阮是何等大的福分，受你的拣选，来成做你的女婢罗卜。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妹子，透过罗卜的换手，互你的圣神会当充满伊，
坚定伊的信心，凡事我靠你，无我靠家己的意思。互伊伫教会服侍中间，透过伊生命的见证，来引带人，来成做别人学习的对象。求主你祝福、保守看顾伊，用你的圣神大大充满伊，互伊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刻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联教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双联教会长老，来协助牧师，煞通知予众信徒知，这份是照规矩交代恁。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，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，毋是对面勉强，是对欢喜的意思，是做羊群的模样。就大牧者显现的时，要得到袂败坏、阳光的冕旒。这时阵，咱要请咱教会牧师甲现任的长老来手礼来接纳。这时阵牧师要来颁发任命书，请咱欢迎长老来代表接受。咱向后转哈，咱拍破啊难过咧，爱常常替因祈祷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伊。好，请回座哈，请回座。咱这时阵也要进行执事设立，咱请新任的执事来到头前。这粒教会小会奉白囝圣神的名，组织伫遮要设立，徛踮伫大家面前，这个教会的职事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互因专心伫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。这时阵牧师要来问恁着诚实来回答。牧师所问的，恁当要领受职事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？恁愿意做双联教会职事，就爱忠诚尽职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伫伊的教会。恁有约要安尼行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间独伊做主。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，就我靠耶稣基督来设法，你有约要安尼行无？恁
你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这个时阵，咱要来做信徒会友的誓约，会众请起立。恁已经竞选徛立伫恁面前这个人来担任教会执事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？因替恁办理教会事，恁着敬重因、疼惜因，替因祈祷。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念伊有失错，应该通知小会，通设法，毋通四界报扬来妨害教会大局。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当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伊大丰盛的疼痛，互人会当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。主，阮求你帮助徛踮伫你面前，甲你誓约的这个人，互因存清气谦卑的心，伫于上帝国度的事工，伫服侍过程中间，求主帮助因，互因有教业的信心、疼心甲耐心，凡事尊主最大，看别人比家己较重要，互因会当透过服侍来得到主的欢喜甲祝福。阮也恳求主你持续灌入你的圣神伫因的顶面，透过圣神的帮助，互因做美好的事工，结出美好的果子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年教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做双年教会的执事，煞通知互众会友知，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。当恁受设立做执事，协助牧师甲长老，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的事务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。那这时阵，请现任的长老甲牧师来行阿手的礼来接纳。咱即时也要请
杨景忠技师来做代表，来接受这个任命书。咱翕一张相。请你向后转哈。咱搁一遍，拍破来鼓励，来双双替因祈祷，完上帝天主赐福。大家请回座。咱这个时阵也要来进行教会机关首长、小组长、小家长诶新任的这同工的就任，咱请这同工来到头前。团长、会长、小家长啊，小组长新任的啊，新任的来到头前。咱徛两排袂要紧吼，咱徛两排。好，请其他同工吼，咱徛在原位吼，站起立吼。各团契的同工吼，咱同工起立吼。来，这个时阵咱们来进行咱教会机关首长，以及各团契的会长、甲小组长、新任的小家长的就任。这个时阵无需要来问恁，甲你透过恁的誓约来告别。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的。恁要领受教会委托恁的职务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恁要领受这个职，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，来尽力的职分。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疼痛。感谢你竞选卑微的阮来有份伫你的圣工。当伫你的面前，阮誓约要成做团契的会长、机关的首长、小组长甲小家长。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，互因明白要做领袖的人，爱修身做奴仆，互因学习你的款式，会晓谦卑家己，替别人洗骹，互因明白服侍的意义。通过服侍来荣耀你的性命，互因学习凡事倚靠上帝，无靠家己。愿主赏赐保守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上联教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成做本会教会的机关首长、小家长、小组长，恁着谨慎恁本身甲恁所做。常常关心地狱这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咱请咱向后转吼，向后转。来，咱拍鼓仔来鼓励一下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因。咱请任命书，好，等一下，咱来翕一张相。好，你们坐哈。咱中间有3位进行退休的退任的长老，咱特别要来感谢因。
所以教会有制作一个奖牌，要来感谢因，请因来到头前哈。向大家，来。往正常了。咱做伙翕一张哈，做伙翕一张相。来，好，咱多谢因哈。等下礼拜结束了，请咱新任的长职下落点伫这个所在，咱要翕一张大合照，好，多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简单来报告，请咱先开第4页。今仔日是新的一年，牧师头阵有讲，伊要送大家一份春联，请礼拜煞20楼做人来摕，祝福大家新年蒙福、平安喜乐。头阵咱有特别赠送礼物来感谢。洪义豪、李汪正及赖俊亮3位长老进城荣退，愿上帝祝福因。上半年时工的行事历，大吉教会10楼公布栏，如果有需要纸本呢，请至10楼走廊来摕哈。儿童主日学配合教会8楼整修。薛牧师、杨牧师是1月到2月要带领儿童主日学到双联幼儿园举行儿童甲家长的主日礼拜，10点会登到教会，下晡1点是的，1点会登到教会。相关的事项有搭至9楼、10楼的电梯口，请大家来留意。头阵咱有举行认职者的就任式，感谢愿上帝赐福家庭大家中职认职者智慧甲力量。咱即马来看第5页，集体关怀。洪义豪长老的竞赛，因老爸涂胜南长老是12月28安孝主怀，定是即礼拜六上午10点至10楼要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总务委员会的消息，请各团契诗班自本主日前，甲去年的财务报表、团票甲扣缴资料、会友的奉献明细，这资料交予9楼徐主任徐昭平，请配合办理。佮补充一个肢体关怀吼。本会友田花英姊妹的老母高丽珠姊妹是1月初4安孝主怀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以上报告，这时咱要来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牧师来介绍今日来的新朋友吼，叫林玉涵小姐。林玉涵小姐在中间，好，欢迎你哈。好，最后一位是高文珍小姐，好，加哈。
这是富强教会的姊妹哈，欢迎好。请咱来吟上言510首，何乐天顶主宰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咧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强受差遣。